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来练今仔日礼拜要唱的圣诗，请咱先献开圣诗第42首。圣诗第42首，请来耶稣阮所仰望。这首诗是迄个作者吼是巴西的一个神学院的教授。伊咧写这首诗的时阵，其实是在反映拉丁美洲的迄种讨棒神学的迄个精神吼。特别是这首诗是有对路加福音第4章第18节到19节，就是耶稣第一届在传道的时阵的内容去讲福音的本质是啥物货，就是讨棒、自由、公义。甲咱的身心灵吼得到新的快乐，所以咱来唱这首诗啊。在唱的时阵，咱会当小可去想象咱家己的身躯底，亲像咱在唱 jazz 的迄种的感觉吼啊，很轻快的一首诗。特别请咱先看第1节的歌词，第1节有好。咱先来唱哈，第1节前奏。3来，请来耶稣阮所渴望，救主名得到自由，只管脱离一切甲病，我面对。来讨帮受咱的同胞，求因出国甘地给，你的听好阮的卡心，会明白人生无地。好，咱这首诗吼，有诶看起来那阵无附点，确实伊是真有附点的一首歌吼，所以咱咧唱迄个附点的时阵，爱搁较清澈吼，安尼逐个就爱唱过去。好，咱第1节搁来唱，咱来唱全首吼，第1节、第2节、第2节，请来，请来耶稣阮所渴望，救主名得到自由，只管脱离一切甲病，我面对。来讨帮受咱的同胞，求因出国甘地给，你的听好阮的卡心，会明白人生无地。第2节，请来耶稣你做路步，好世界的心创造。生活命，天下我归顺净土，求离开革命的将来，领先告别切马经，拄起一切人类悲伤，行着冷漠的心。好。其实这首诗伫普世真有名吼，特别是大家在唱的时阵，拉丁美洲的这朋友，大家拢会唱甲真欢喜吼。所以，望咱等下在唱的时阵，嘛有迄款相共欢喜的迄个心情。咱来练第2首圣诗第128首，圣诗第128首，主耶稣我的主。这首诗那叫。落一刀无输的解说吼，咱唔通唱伤紧，轻轻仔唱安尼吼。咱来唱第1节，咱来念全首圣诗第128首，主耶稣我的主3来，主耶稣我的主，义无对是个我加罪我的主。
咱来当分布的，咱就来分布吼。第二节三来，主耶稣，我君王，以为数之万邦国虽难君王，以之未来临世界未经过，基督是咱君王。第三节。主耶稣，伊是条，第一个线索行表明伊是条，小伊真行日这下欢喜想，基督耶稣是条。第四节，主耶稣。我头拄刚有听到查某乌头的声吼，查甫索普甲迄个查甫的tenor甲 bass 拢无出来，所以希望等下咱礼拜开始的时阵，会当听到四部的声音。这首诗若分四部，真正好听吼，所以等下礼拜时阵请四乐队。好，咱来练第三首，圣诗第542首。542首，这首圣诗嘛是普世真有名的圣诗吼。伊是匈牙利的两个作有名、真杰出的查某的作曲家佮作词者因所写的圣诗啊。咱要看匈牙利吼，匈牙利其实基督教的人口是超过全国的一半以上。特别伫咱改革中的教会，因个犹原在唱咱中央教会创办者加尼文所写的圣诗吼，迄个传统到即摆拢无变，所以咱咧唱即条圣诗的时阵，加减伊会去反映着无遐尼直接，确实会去反映着加尼文迄时阵圣诗的一寡风格安尼吼。好，咱来唱第一节、第二节。第四节，耶稣基督，咱的主，三来，耶稣基督，咱的主，一心信心加万事，无论下属领高官给我陷害，我可你就地安全。好，伫第一站咱遮有来歌词吼，耶稣基督，阮的主，你姓是成全万事吼，像我头拄就唱唔对，成全万事，毋是成正万事安尼吼，成全万事。咱第一站过来唱一届，三来，耶稣基督，阮的主，一心信成全万事，无论下属领高官给我陷害，我可你就地安全。第二节，第一切秘密代志，我要负责交之时，你听堂最关尊敬敬你宝贝，你自己尊敬无尽。第四节，每日所做主帮助，一切为你必满足，愿平安听堂无限无害照顾，切给关心。第三节，咱们来唱一届好，第三节前奏，谢谢。前奏，再一次我们唱，咱唱第三节，来。加米高雅本大家，稳定高雅保一切，
感谢我如今是你就带来，黎明最今日开始。好，以下请咱陪伴心今仔日的礼拜。这时，请大家陪伴心来敬拜上帝。哈利路亚，称赞上主。恁着对天顶称赞上主。伫悬的所在，俄罗伊，你家己啊，恁着称赞伊。发光的星辰啊，恁拢着俄罗伊。天顶的天，甲天顶面的水啊，恁拢着俄罗伊。啊，即时咱做伙来吟圣诗，圣诗42首。请来耶稣，阮所毋忘，请大家起立来吟。
这时咱犹原徛咧，咱做伙压头来祈祷。至悬的天父上帝，但这时阮来到你的殿院来祈求你，来敬拜你，求你用你的阳光宽顾阮，互阮伫你的面前，用全意的心虔敬来敬拜你。求你圣神降临伫阮的中间，赏赐恩典伫阮的谦卑、心内阁丧向的人的中间。主啊，你有差遣你的独生圣囝来到世间，阮的救主耶稣基督，因为伊道成肉体，伊的受难甲受死，成做阮的救赎，互阮会对伊国活。伊的阳光国活甲上天，担伫你的大屏做中保来掌权世间，阮安尼来感谢你。愿阳光归伫你，归伫主耶稣基督。你有通过福音对阮显现活命甲永生，阳光归伫圣神上帝。你有互阮甲基督共国活，阁用伊的疼来充实阮的性命。愿恶乐归伫你，会顺从名到永远。上帝啊，你是平安的君王，阁欢喜人彼此和睦。阮感谢你，过去使阮平安经过一年，伫即个新的一年，阮犹原求你赐平安互阮。无论是世界也是国家的平安，教会以及个人、家庭，阮拢求主赐互阮平安。因为主耶稣捌对阮讲：“我将平安留互恁，我将我的平安赐互恁。我赐互恁的，甲即世间缀互人的拢无同。恁的心毋免焦急不安，嘛毋通惊吓。所以，阮知主已经将平安留互阮。即份平安是无论阮拄着啥物款的遭遇，阮的内心犹原有平安。现在年已经过，求主保守各行各业以及学生的开学甲平安顺利。因为阮知主已经应允阮会用有平安。主啊，阮也感谢你保守阮的教会，互阮建堂经费伫短短几年的期间，已经将有利息的银行贷款已经还了，即马剩会友所借的无利息的贷款，也求主继续保守阮，互阮无欠缺，互阮赶紧来还了这所有的贷款。求主也保守阮的会友兄弟灵修的生活，甲心灵拢有行，互阮教会所行的一切拢是照你福音来行起一切圣善的事工，互阮的教会用个久长来服侍你。保守阮同心促进上帝国的新世界。但即时，阮要照主耶稣教示阮的祈祷文，三甲出声。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是，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你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助阮入去，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请坐。这是咱献开圣诗的后面启应文，圣诗的后面启应文62篇，是出自腓立比书第2章，咱做伙来启应。既然恁甲基督既然有得到激励，既然恁甲信心有交集，恁就有亲像有相款的心志，和谐的感情。毋通自私自利，嘛毋通追求虚荣。
恁逐个人毋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恁着有耶稣、基督耶稣的心志。伊反转摒空家己处奴仆的身份，伊自愿谦卑顺服到死，因为安尼，上帝提升伊到上悬的地位。安尼，为着敬重耶稣的名，一切的嘴传认耶稣基督是主，甲种向接受。这是咱做伙来吟圣诗128首。主耶稣，我的主，请大家起立来吟。请坐。这是咱做伙仰头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上帝，阮心无义，亲像鹿喙焦，心无溪水。搁一摆用较无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要仰望你引带甲光照，追求你的教示甲真理，恳求你用你的慈爱带阮到伫青翠的草坡安静的水边，互阮的灵魂精英得到真实的帮助甲福气，也恳求你感动的灵来引带阮的心智，互阮对你领受。也会晓愿意付出，明白死必受，搁较有福气的意义，将阮对你得到的仰视，成做阮传播福音的气力，互别人得到祝福，来荣光归乎你。愿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咱三甲来领受上帝的话。今仔日的经文是伫圣经新约罗马人书第13章第8节到14节。罗马人书13章第8节到14节，请咱注意看，听了来读。第8节，互相疼痛的坐以外，
绝对毋通强人生命，因为疼别人的已经有完成律法的要求。律法的要求是毋通奸淫，毋通害死人，毋通偷窃，毋通贪心。这个甲其他的要求拢包含伫着疼厝边亲像疼家己即句话。疼惜厝边的人袂伤害别人，所以疼成全律法。安尼，恁知即个时阵是恁应该困醒的时阵，因为现在比咱拄拄信的时，搁较接近拯救。暝时已经深，日时得要到，所以咱着脱掉黑暗的行为，穿光明的装备。咱的行为端正，亲像伫日时得生活，毋通放纵、酒醉，毋通好色、放荡，毋通烧钱、怨妒。着穿主耶稣基督装备家己，毋通只有徒无肉体的事来满足私欲。以上，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搁照伊的话去行的人。下面要请圣歌队阿萨诗班用诗歌来带领咱敬拜。因今仔日要唱的诗歌是《主，愿感谢你》。我
这是咱要请黄春生牧师来讲道，分享上帝的话。今仔日的题目是“真做光明之子”。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愿上帝恩典，甲咱每一位三个弟弟。今仔日真感谢圣歌队通过主，愿感谢你来带领咱三个来敬拜。咱一生拢是需要用一个感恩的心来到主的面前，因为是主会固守咱每天的这个生活。今仔日咱所读到的这个经文，伊是一个真有名的经文，伊带予第4世纪、第5世纪一个神学家奥古斯丁伊悔改的这个经验。奥古斯丁伊还未悔改以前，甲以后，哪亲像是两个人。伊是一个天才，伊16岁的时阵就进入大学读册，26岁的时阵就成做迄当时意大利米兰大学的教授。但是伊自细汉的时阵，伊就放纵。其实伊咧读册的时阵，伊就是安怎？甲一个17岁的时阵，就甲一个女子同居。伊18岁的时阵，就生一个私生子。奥古斯丁伊的老母是一个真敬虔的基督徒，不断的为伊祈祷。所以奥古斯丁伊后来伫写一本册，这个忏悔录，描写伊32岁的时阵，有一日，伊听到一个基督徒真水的见证，伊真受感动。但是迄个感动比较起来，伊感觉讲家己的罪孽非常的沉重，因为伊一直拢无法度脱离情欲的瘾。瘾是啥物？咱咧讲成瘾啦，性成瘾，伊瘾这个情欲。伫这个忏悔录的内面，奥古斯丁伊咧讲起，伊对抗罪恶，用最种的方法拢失败的经验。伊描写着讲，有一日，我走到伫厝后的花园内面，我伫遐跋倒，我用手拍我的头壳，扭我的头毛，伫遐大声吼，上帝嚎叫讲：主啊，为什么毋是现在？为什么我无法度专心归向你？主啊，我现在就愿意，我求你，互我现在就归向你啊！伊讲，伊即时差不多伊落决心，但是安怎？犹原是无路用，伊犹原无法度回转。伊毕竟一遍试了，差不多要成功，阁感受到要咧成功要到，但是阁失败去。伊伫册内面咧讲我向上帝求救，阁爱偌久？主啊，阁爱偌久？你要永远想起我嘛？求你无阁纪念我的罪恶。主啊，究竟阁爱偌久？明仔日，太毋是今仔日，太毋是现在，就是伫即时。当伊伫遐吼、伫遐话的时阵，伊描写，忽然间，我听见附近的这个花园内面传来囡仔的声音，伫遐佚佗的声音。迄个声是咧讲起一遍搁一遍伫遐唱歌，摕起来读，摕起来读。伊伫遐回想，囡仔歌敢有这首歌？伊讲伊想袂起来，但是伊讲这检采是上帝你的命令。伊讲亲爱的主啊，检采你命令我爱拍开圣经，所以伊就将伊的圣经拍开一页来读。拄啊拍开的经文，就是咱今仔日所看到的经文。伫遮罗马书13章13节甲14节，伫这个13节甲14节，安尼讲着，咱的行为要端正，亲像伫日时的生活，毋通放纵酒醉，毋通好色放荡，毋通三更怨妒，着穿主基督装备家己，毋通只有多无肉体的事来满足私欲。
伊迄当时现着圣经都看着即节，读了，后来伊讲一句话：我毋免阁读啊，毋免阁读啊，因为我看着即个经文，心内已经充满喜乐。过去的看路拢扫除，所以对迄当时，这个奥古斯丁的心内原本充满的黑暗离开，光明的信心充满伫伊的心中。圣神啊，亲像风在吹，互伊经验圣神所带来的更新。伊的罪得到洗除，脱离多年未当超越赢过迄个情欲的束缚。然后伊伫国外这个时阵受洗礼，开始服侍主。伊42岁的时阵成做主教，72岁的时阵离开这个世间。34年中间，尽忠来服侍，到伊离开世间。这就是奥古斯丁真出名回园的经验。真奇妙，每一个人经验圣神所带来更新的快乐，拢无同款。这个奥古斯丁有回园的经验，使徒保罗有大马色跋倒的经验，甚至咱来去看旧约圣经内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色列12支派，甚至摩西，逐个人伫经验上帝引带拢无同款，但是唯一同款的是啥物？就是因对上帝的渴望，因对上帝的信心甲倚靠，这个部分是同款的。对基督徒来讲，是正上帝话甲旨意，是活出生命顶头生的证明。保罗伊咧写伊的批信的时阵，有当时用讲脱去迄个旧人，穿新的人；有当时用新创造的人；有当时用结出圣神的果子；有当时用光明甲黑暗来对比生命的顶头生。咱今仔日所读到的经文，会讲起爱成做光明之主，来说明基督徒顶头生的款式。所以这时咱就做阵来看，保罗是安怎讲的？首先，咱来看第8节到第10节，这段的经文会讲起基督徒顶头生爱活出疼，迄个疼，咱爱用疼做根基的灵性甲生活。第8节到第10节内面，上要紧的字眼就是疼。安尼疼是啥物？分析希腊文的疼，上出名的就是英国剑桥大学出名的学者，这个甲神学家 C.S. Lewis。C.S. Lewis 伊有一本册叫《4种的爱》，伊咧讲起这4种爱，第一种叫 storge， 就是亲情迄款的爱。但是亲情的爱，若是过头的时阵，会成做啥物？会溺爱啦。甚至安怎情绪勒索，过度的亲情的爱，那过度的友情的爱咧，友情的爱 philia， 就讲咧讲兄弟开口，讲兄弟开口的时阵，有当时是非就不分啦。伊做毋对，我共款甲你听落去，迄叫做兄弟开口。这种的 philia 其实伤过头去是无好的。这4种爱拢是真要紧，但是过头拢无好。伫 C.S. Lewis 伊咧讲起 Eros， 迄个情爱是上接近上帝，是因为安怎？伊超越对自我、对其他人的注目，伊专心对投入迄个疼的对象。伊讲对上帝疼，迄款的 Eros 投入热情。但是，一旦这个 eros 互人滥用的时阵，滥用伫人，就会亲像谈到奥古斯丁的情形同款，成做一种情欲的厌情欲。若是讲这款的 eros 投入伫国家也是领袖的时阵，就成做一种有毒的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最后
会行上侵略其他的国家。伊讲爱情是较尔伟大，但是迄个伟大的 eros， 迄个热情有当时嘛稳重危机。爱情的话有当时讲出来，那亲像上帝话同款，哇，互人真投入，甚至安怎听伊到永永远远，即款的听。到永远的境界，但是伊咧讲，爱情毕竟是一种的情感，袂当代替上帝发言。这个路易斯，伊讲，爱情一旦受到无有保留的推崇、无条件的服从的时阵，就会成做恶魔。所以，爱情、宗教、爱国心，真容易。互人安怎扩大，成做神，这是过头去，无好。第四种的爱，阿加佩，这个阿加佩就是无私的疼，无条件的疼，是一个上悬赞助的疼。这个阿加佩，这个疼是对灵、对内面所发出来的疼。伫圣经的书典内面。为着这个阿加佩做一个定义，伊讲伊是上宗教上尊贵的一种的疼，这种的疼，将所疼的对象看作极其宝贵。所以 C.S. 路易斯伊咧讲起阿加佩，就是上帝恩典的疼，一种牺牲，看无家己，亲像耶稣基督牺牲看无家己，疼世间人迄款的疼。咱今仔日所读到第8节甲第10节，内面有5摆所讲到这个疼，就是用这个字眼阿加佩。咱先了解这段经文上要紧的字眼了后，咱搁来看。而且第2个重点要讲起，咱应该负的责是疼人亲像家己。讲到责，咱去看顶礼拜用牧师甲咱。讲信息的时阵，一讲起第7节，第7节哪底讲起，恁欠的应该纳的，这其实就是咧欠。恁欠的原文的意思叫做纳粮，就是爱纳互国家，因为伫罗马帝国内面有真侪殖民地，因爱伫遐纳土地税，爱纳所得税，爱纳。人头税等等这的，应该纳的，就是一般的税金。迄个税金伫罗马帝国内面的税金，其实吼足侪种，包括咱即马想会到的，差不多因迄个时代就有啊。譬如讲，海关要有关税，进口出口拢爱有税金，过路爱有过路费，过桥爱有过桥的税。交易买卖嘛有税金，甚至动物嘛爱有这个所有关税。你驾驶车辆嘛爱有驾驶车辆的税金。所以第7节的时阵，就是咧讲起，无论是殖民地的税、一般百姓的税，这拢是交予政府的。但是咱今仔日所读到的第8节，伫遮咧讲起。互三疼的罪以除了三疼的罪以外，毋通欠啥物。即搭所讲的亏欠，也是负债，是咧指私人中间的债务。简单来讲，私人中间借钱的都爱还钱，但是伫罗马的社会，因的社会有一种的文化，叫做恩庇侍从，就是。我有地位，我有能力，我互你，你就安怎？就若亲像主人互奴仆，迄款的交换利益的交换，即款利益的交换，特别对这个恩庇主，就是有能力的主人，甲伊迄个奴隶服侍者中间的迄个关系。
因这个关系的建立是即种的，我互你，所以你就爱还我；我互你人情，你就爱互我；我互你利益，有一天你就爱还我。其实这看起来，伫咱现今的社会内底，咱嘛时常会去拄着，讲啊礼尚往来啦，拿人手短，吃人嘴软，亲像这款的，伫罗马时代是因时常会做的代志。但是保罗甲顶头生的基督徒会讲起，有一项搁较悬赞助的标准。除了对人唔通亏欠以外，有一项搁较要紧新的责务，就是安怎？彼此相疼，这是咱共同的责务，咱共同的义务。对每一个顶头生的基督徒来讲，咱逐工应该爱去付的，但是逐工搁会安怎去欠人的？这就是彼此相疼的义务。彼此相疼是爱互相伫疼的中间，是一种义务，毋是一种刑责。阿加佩毋是罗马社会利益交换，毋是因为咱领受别人的疼，咱需要去行人情，毋是，是因为咱亏欠上帝疼的罪，所以咱要去实践上帝的话语。伫遮爱讲起，就爱疼厝边亲像家己。即句话是利未记内面，这嘛是耶稣伊是第一位引用利未记来讲出新的诫命的人。所以应该爱负的罪是这个疼人亲像家己。伫这段的重点，第三个重点要讲起，疼会通成全全部的律法。伫罗马教会，迄是一个基督徒新的群体。这个新的群体，咱若去甲回想伫旧约一个新的团体的组成，哪亲像出来记12章，摩西的时代第一遍咧过搬过节的情形，借着搬过节，以色列人民脱离迄个受束缚奴隶的生活，所以对迄当时开始，因就爱过着新的生活。因就是上帝的子民，因需要去敬拜上帝。但是因嘛爱会记伫埃及做奴隶的日子，因爱去好款待出外人，好款待厝边。伫出埃及了后，上帝予这个新的群体有一个生活的指导，就是10条诫。咱今仔日所读到的这段经文，保罗有讲起第9节。伊显然是引用10条诫后半段，讲唔通奸淫，唔通杀人，唔通偷窃，唔通贪心，甚至伊咧讲，一个疼别人的人，袂做出伤害其他人的事。所以这点拄是咧说明，发出内心无求回报的疼，无求家己利益的疼，这个疼，就是伊伫遮用的字眼。阿加佩，阿加佩的赞助比律法的赞助搁较悬，搁较悬的赞助会当满足价钱的赞助，这就是咧讲，这种的疼会通来成全律法。原本的律法是重外表的行为，原本的律法是望人会当安怎回报你的人情。但是阿加佩是安怎？是看无家己的疼，是对内心发出无求回报，安尼就提升律法伊原本的意义，诚做对心内所发出一种的生活的态度。那亲像耶稣伫马太福音第5章17节所讲的，伊讲伊来的目的，毋是要来废除摩西甲先知的教示。毋是要来废除，是要来成全伊的意义。煞者，咱来看11节到14节这段所讲的，这段经文有一个真要紧的字眼，讲醒过来。醒过来的意思是警醒，因为开罗迄个时机，来讲刺激关键，迫在眼前。
你敢有去想过，咱今仔日有时钟，咱今仔日有手表啊，有手机啊，咱会当知影时间。但是对伫将末，咱却真困难去分别将末当时会到。保罗提醒咱，这个时刻就是一个关键的时机，因为这个关键的时机是安怎？比咱信主的时阵，搁较接近上帝的拯救。保罗深深去感受到，时间是愈来愈少，咱嘛一日比一日离主搁较近，上帝国的实现也愈来愈近啊！所以咱来做好咱的准备，对将末的角度来看现今的生命、生活的态度是真无共款的。将末这个词，检查咱真困难去体会。但是咱若讲死亡呢，安尼咱就较直接。死亡对人生来讲是一个真重要的事。咱整个的人生，拢是咧为着这个决定性的日子，要做调整，要做准备。我以前捌分享过，伫西班牙有一间1664年创办的这个修道院 ，Terapist。这个修道院，伊的创办者认识这个院长，伊训练无数的神职人员。特别18世纪的时阵，这个修道院出来的这个神职人员，因拢献身到伫中南美洲、到伫非洲去。对这间修道院出来的神职人员，比其他的搁较有使命感。为什么会安尼的现象？这个修道院的院长认识神父，伊咧训练日常学生的生活的时阵，伊就伫遐规定，伫院内彼此的请安，拢爱讲 memento mori， 就是讲意思讲，爱会记得你的死，爱会记得你的死。即句话的请安，这伫咱台湾，可能你也安尼讲，伊甲你怼死。爱记得你的死，修道院逐工拢是听到即句话。咱台湾人吼，可能美食之家嘛吼，所以拢讲你食饱未？吼，外国人来讲，我带你去吃台湾物件，最好食。但是咱看到生命不在于吃喝，是在于上帝的话语。这个认识神父。伊伫遐甲学生讲 memento mori， 爱记你的死。伊为什么用即句话来成做修道院内面彼此请安的话语？原因是因为这是甲基督信仰对生命的了解有密切的关系。当一个人想到伊的生命是有限的时阵，唔知迄个时间当时会到，这拢会提醒。伊个人是一个不过是一个人，是一个受造的人，生命有伊的限制，有伊极限，伊的能力也有限，所以伊当人认捌着家己有限的时阵，伊就谦卑伫上帝面头前，寻求上帝的带领。将末逼近，安尼咱要准备啥物？保罗安尼讲，爱做光明之子。生活亲像伫日时的生活同款，为什么安尼讲？日时的生活甲暗时的生活有啥物无同款？罗马社会日时的生活，大家安怎？真照起工生活，伫因的社会内面讲阶级，讲名声，所以家族的名声、伊的地位等等遮个。社会上人所看重的，伊这个人敢有高尚的道德，伊敢会当真光明磊落？日时，因咧看一个人是看遮个。但是暗时的时阵呢，特别迄个暗时无人看的时阵，非类的代志就安怎遐做遐做。伫遮保罗讲吼，啉酒、纵欲等等遮个。
四界拢有，四界拢有。保罗用罗马社会这种日时甲暗时真强烈生活的对比来说明，伊要甲罗马的基督徒讲，甲这群上帝国新的军体的军队者讲，将末要军啊，逼军啊，日时甲暝时，光明甲黑暗，迄个对比是较尔强烈。咱应该安怎做？伫遮讲爱穿基督装备家己，这个穿基督装备家己，甲保罗伫哥罗西书内面所讲到的，褪去旧人穿新人的譬喻是真共款的。和合本的翻译叫做披戴基督，这就哪亲像罗马军兵伊换伊的军装啦、军服、战斗的军服。要出去安怎车拼共款，所以保罗用这款的描写，就讲咱嘛爱穿战甲，穿基督做咱的战甲，除去遐罪恶的习惯。有学者的解说，讲这节反映出早期教会洗礼的仪式，因为安怎爱褪去所有的衫，甚至你身躯顶的砖塔。踏入去流动的水内面，伫遐告别你的信仰，然后神职人员也是牧师、神父，就安怎伫遐奉爸囝圣神的名，甲洗礼，爱浸落去水内面3摆，然后爱对迄个水的流出迄个源头行去，行到伫顶头的时阵，祭司就会安怎揢白衫，将伊安怎穿起来。迄个人穿白衫，象征披戴基督，基督的圣洁，伊决志做光明之主。所以保罗一写互这个加勒泰教会培训，就安尼讲：恁受洗礼甲基督合做一个，哪亲像穿基督有伊的性命。这就是末后时间要到啊，咱就爱穿基督。穿基督的衫是要创啥物？装备是啥物？是一种战争的武器，爱去请拼，爱去甲罪恶请拼。咱阁转去到头先的讲起奥古斯丁，伊看到上帝话语的时阵，伊讲啊，其他免阁读啊，我已经安怎得到喜乐啊！伊有穿着基督的衫。伊后来就安怎献身家己做光明之主，伊去甲歹车拼。连兄姐，咱今仔日诚做基督徒，咱就是爱穿基督做咱的衫，甲这个歹车拼。咱来思考看卖，这段经文带予咱什么款信仰的反省？第一个，咱要来思考的，疼还是爱，为什么是一种祭物？保罗直接讲，祭物爱行啦，唔通欠人；借钱爱行。咱教会改建的时间，咱无够钱嘛，咱需要去借款。咱除了会友借款予教会以外，无利息，咱嘛无够额，咱阁去甲银行借款。借款头2年、3年拢是爱还利息就好啊。但是当要还本金的时阵，哇，重就来啊！所以迄当时就有人来甲我讲，牧师啊，迄逐个月吼爱付本金，爱付利息，10几万呢，安尼教会敢负担会起？是啊，要安怎行祭物？我过去伫三林堡中心教会牧会16冬，教会兄弟拢是手面趁食。意思安怎？我趁偌济，就差不多迄个月就开了啊。因为厝税、囡仔的生活、医疗等等遮的，所以拢是手面趁食的人。但是我感受到，当咱愿意做阵来献身的时阵，上帝就会开路。
我会记得我20几年前伫中心教会就任牧师的过堂工，都有人走来教会找我，讲你是新来的牧师吼？我讲是。恁教会占阮的土地，你爱拆厝还阮土地。我就任，我就安怎？人要来土地。我后来去了解，知影讲迄当时教会买卖的时阵，地主安怎？讲拖延啦，递到教会无去过户。后来迄个原地主，佫将迄个地去卖一手，所以新的地主他无要插你。叫你爱拆厝还土地，这是我就任牧师的第2日，我一直拢为着这个祭物的祈祷。我迄当时嘛想到保罗甲咱讲，唔通去欠钱呢，唔通去负债，我头真痛。我开始的时阵嘛真埋怨，讲上帝啊，你互我第2天就拄着这个代志，我能力无够，无法度承担这个祭物，我一直祈祷。经过侪年的祈祷，我学习到倚靠上帝，我学习到邀请兄弟做阵来承担。我知影这是上帝予咱的使命，咱嘛爱去伫这中间学习倚靠上帝，也通过安尼教会的土地，确保教会的产权，后来真正确保。所以迄当时算我阶段性的任务完成。感谢上帝，予我伫迄段时间也带领教会购买迄当时伫这个捷运站拄好起边仔的厝，拄好教会50年的时阵买一间这个厝做教育馆，然后佫将教会100几坪的土地拢甲佫买转来。我要离开的时阵，教会佫剩1000多万。我迄当时提醒遮的小会员讲我离开的时阵，恁爱去买牧师馆，莫佫租啊。我伫三林堡租厝16栋，无几年厝主的讲爱搬厝的时候，咱就爱搬几啊岁。我讲租厝、搬厝，迄个负担实在太重了。我来到伫济南教会，甲咱正大家做阵参与伫改建的事奉。这个一路行来，我嘛看到上帝满满的祝福。咱伫去年底12月初6，咱将银行的借钱拢还了啊。对一个无债的人，哇，心内感觉真满足。哇，自由啊，自由啊！无过互这个债务束缚啊。但是咱会记的，咱今年还有最后1里路，咱阁有最后1里路爱行。咱感谢上帝，伫这段时间，侪兄弟为着改建奉献代祷，也感谢兄弟无利息摕钱来借教会，帮助教会省侪的利息钱。但是最后这个最后1里路。伫遮牧师爱拜托大家做阵来努力。咱时常听到人讲“无债一身轻”，有可能吗？除了金钱的债务，我想真侪人无愿意去欠人啥物人情债。金钱的债务有数字，你会当算出来；利息偌济，你嘛会当算出来。但是人情，毋是数字会当算出来。有当时去拄着情绪勒索，甚至情感的高利贷的时阵，会互人安怎喘袂过来。有的人对人付出1分的人情，伊最后想要收100分回来。罗马时代就亲像安尼，我对你有利益，主人对奴隶有利益，我互你地位，我互你利益，你就爱来尽忠伫我，你就爱服从伫我。这款利益的交换，迄已经毋是欠钱还钱的代志啊！这种的社会真多，伫咱汉人的文化内面，人情过会安怎？人情还会世袭啊！
迄个人情世习，包括什么，伫宗教观念顶头持续勒索。你敢捌听过顶世人相欠债，翁仔某是相欠债，但是问题是谁是债权人，谁是债务人？在咱的文化里面，债权人永远是先生啊，太太永远是那个债务人，就是安怎爱还债迄个人。在咱的文化里面，女性其实是受欺负的。阁有人咧讲啊，囡仔是来讨债，你生一个囡仔，你讲啊，伊这是安怎？伊来讨债。你兄这罗马书12章第1节甲第2节咧讲啥物？唔通互世俗同化，所以咱唔通有这种世俗宗教的观念。翁仔某唔是来讨债，囡仔嘛唔是来讨债，人情债无啦。咱伫咱的信仰内面，保罗甲咱讲，唔通去负债，是一般人甲人中间金钱的债务。咱有一种债，就是安怎彼此相疼，迄是一种义务。咱爱对人有义务，安尼就当成全律法。莫存着相欠债的心态。当咱去帮助人、疼人的时阵，毋是望伊有一日爱还我人情，毋是。你安尼想的时阵，你就千万莫去做。当你要去借人钱的时阵，你嘛要有一个批判心。我借你，我就是安怎无拍算会客转来。我互人的，就是互人。但是咱甲人借的人，咱也爱知影保罗所讲的，唔通欠债。你借钱一定爱去还。保罗提醒咱、教示咱，讲咱爱彼此相疼，疼人亲像家己。这种看无家己的牺牲阿加佩，这就是披戴基督、穿基督，学习基督牺牲，看无家己的疼。咱咧读罗马书头前的时阵，咧讲起上帝公义，有律法的义，法庭上宣判做无罪。搁较悬赞处的义是啥物？人甲上帝和好，人甲人和好。要达到这款上帝的公义，要安怎做？保罗伫遮就真清楚的说明啊。彼此相疼，疼人亲像家己，才会通成全迄个律法的义。就是甲人和好，甲上帝和好。阿加佩是一个上关注的义，超越律法的赞处，是一个对心灵、对内在发出的动机。阿加佩毋是爱人讲安怎，我互你哦，所以你要有人情还我，毋是。咱对囡仔，对咱夫妻的中间，毋是咧讨债。若是照保罗来讲，这个叫疼彼此相疼的义务，我甲改做一个咱较知影的语感啦，叫做啥？甜蜜的负担，甜蜜的负担。教会改建所爱付出的债，敢是债？敢是债？表面上看起来是债啦，但是这对咱来讲叫做啥？甜蜜的负担。咱哪有这款甜蜜的负担？囡仔是甜蜜的负担，咱的爸母年老的时阵，咱爱照顾，这是咱甜蜜的负担。所以翁仔某毋是相欠债，这是甜蜜的负担。2015年的时阵，我邀请迄当时阁是传道书的阴阳牧师来成做教会的关怀牧师，因为伊对这咱教会有甜蜜的负担。我熟悉伊真久啊。当伊在教会担任执事的时阵，伊甲伊的先生南章医师，迄当时伫台湾新学院神学系进修。迄当时我伫神学院开这个圣经课程，因来上课，所以迄当时都有熟悉。后来伊当长老了后，伊受呼召去读神学院的研究所。
我拄伫新学院的研究所去拄着伊，因为我迄当时伫新学院咧教教会行政、甲教会法规，我教10几年，拄好有拄着阴阳牧师迄当时咧做学生伫迄个所在，我会看会出，伊对教会是有一个甜蜜的负担。咱今仔日中昼，牧养部门要办欢送会，小会伫暗时嘛要办一个欢送会，来感谢杨牧师对咱的教会迄个甜蜜的负担。伊3月份就要去美国，去甲伊的查某囝做月来，去照顾孙仔。当然，伊阁会转来。我想，伊继续转来了后，伊犹原应该对咱这南教会有的这个甜蜜的负担。今仔日第2场礼拜，伊讲到后礼拜第1场礼拜，杨牧师伫任内最后一次的讲道，愿上帝来施恩赐福。我拄后礼拜去固定教会主持会员好会甲固定的小会，我无伫的。总是我相信，咱逐个人拢会通伫咱的牧师的话语的中间听到圣经的教导。这咱教会是咱属灵的家庭，牧师毋望咱每一位拢会通找到你属伫你的甜蜜负担。圣歌队的兄弟同工伫圣歌队服侍，伊的负担，这是他甜蜜的负担。再怎么忙碌，礼拜5暗时、礼拜6下晡来练习，过来要过啊这个，过来加班，这个是一个甜蜜的负担。咱的教会、咱的长职、咱的兄弟，你拢会当伫你受呼召的内面，找到你甜蜜的负担。爱去的，保罗所讲的，只有彼此相听一切，应该爱安怎是义务。愿上帝帮助咱，互咱军队基督拼空家己，看无家己的阿加佩。第2项要紧的教导是要做阵来看，咱爱成做一个光明之子。咱即马现在是上帝永远的国度，甲地上暂时的国度，咱活伫即2个中间，咱爱伫即2个中间来选出咱的决定。12章第1节甲第2节讲，毋通互世界同化。保罗伫遮爱讲，爱做光明之子。因为佢是罗马人，因是安怎人，生活坦然无惧，光明磊落。但是暗时咧，放纵私欲，逐项拢来。这种人看起来是安怎很伪善的。迄嘛是看到人，日时哪亲像活伫上帝国，暗时我哪亲像活伫地狱。人伫这个两边。QQ 啦啦，这就哪像保罗讲，我心中有2个律，一个好的律、良善的律，一个是歹的律，伫遐扭来扭去。这后来咱会讲到，人做人实在是安怎苦啊！保罗伫遮会提醒，咱已经成做上帝国新骨体的一份子，咱就爱。成做一个光明之子，对2月14到今，拄好是大灾节期的中间。2月初4的时阵，罗准义牧师嘛有发表一本新的册，伊过去拢受难酒拢送咱去灵修的册，互咱读。写的了后，有的人可能摕转去嘛无会读。这回。互迄个启示出版邀请，讲起，这本册是甲耶稣做阵行苦路，咱会当伫大灾节期的中间去看这个册，来默想耶稣基督的受苦，
册内面有真侪现今的故事，做信仰的反省，这拢会通真做咱伫大灾这期，安怎去思想顶面的代志、天顶的代志，要安怎做光明之子？要安怎做光明之子？德国福音教会下骹底，因伫当年伫大灾这期的时阵，拢会推一个运动，叫做七周戒绝运动，爱改掉歹习惯的运动。这个改掉歹习惯的运动是真特别。譬如讲，有的人有烟瘾、酒瘾、毒瘾，赌对赌博，网络成瘾。谈话讲，这个瘾，台语要安怎讲？瘾手机啊，瘾啦！你瘾啥物？有的人是安怎？瘾酒，无啉酒袂用的，真瘾。有的人是安怎？瘾购物。母亲节要到啊，折扣到啊，哇，无去袂用的，至少爱去寻一下。拢有共款无共款即款的瘾，无论是生理的、心理的，即款想要依赖。但是大灾这期的时阵，你会通安怎做？你去思考看卖，至少安怎？莫互一种的欲望来束缚，莫互一种的欲望来束缚。你会通去选择，将我的日子脚步愈来愈近啊！咱嘛一日比一日搁较接近主，咱需要做好准备。2月14大灾节期的第1日，咱有举行祈祷会，有侪的青年，毋是咱教会，三个来聚会。伫这聚会中间，牧师用迄个樟树枝的烧打去烧了的花粉，这个乌的粉，伫额头来画一个十字架。这是一个真古早教会的传统。在画十字架的时阵，会甲讲，你本是土粉，也要归伫土粉。敢会记得？谈多爱讲起西班牙迄个修道院认识院长，伊咧教导修道院的人的时阵，讲一句话 ：“Memento mori”， 爱记的你的死，因为将末要滚啊！所以咱爱穿基督的战甲装备起来，甲歹来决战。弟兄姊，牧师也邀请咱，你爱穿基督的装备，迄是一个正道的装备。你读圣经是为着 fighting， 是为着要来战斗，甲歹战斗。你祈祷是要互上帝加添你的气力来战斗。愿圣神帮助咱，穿基督，对基督，看无家己牺牲的阿加佩。咱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呼召阮伫济南教会，成做一个属灵的大家庭，互阮对阮的家庭、对阮的教会，会通有甜蜜的负担。恳求主帮助，呼召阮每一位。无论会籍伫济南教会，还是会籍无伫济南教会，阮拢会通做阵来抵御上帝的教会，做阮会通做的，这是一个甜蜜的负担。毋是阮要行啥物人的人情，看啥物人的目色，甲来教会，毋是。这是阮彼此相听的义务。求主帮助。来引带阮头前的路站，阮愿意决志，成做光明之子，对主的脚步。阮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
这是咱做伙来吟圣诗，来回应上帝的话。圣诗542首，耶稣基督，阮的主，请大家起立来吟。请坐。下面是公道的时间，咱即时要为着下面3项代志来祈祷。第一，为着新春过后上班甲学生开学的学习，为着2024年圣经学校春季班的预备。第三，为着大灾节期灵修忏悔沐浴甲默想，请大家同心开嘴来祈祷。这时，请苏院长、阖家委执事来带领咱做结束的祈祷。至尊的天父上帝，感谢你的引带，互阮今仔日伫遮组织来领受你的话语。感谢你咧新的一年赐予阮新的性命甲力量，互阮会当面对新的机会、新的功课。过年了后，阮特别开始新的工作甲学习。求你赐予每一个拍拼的人甲读册的学生，互大家伫新的一年有新的进步。天父上帝，求你继续引带，互阮会同工一步一步来安排今年的圣经学校。求你降临在阮的中间，成做阮的引带者。愿你的圣神充满每一个老师甲学生，互阮会当清楚理解圣经的教示，互阮在生活中活出你的真理。在这个大灾节期，阮安静追求你，追求属灵的进步。感谢你赐予阮有机会灵修、悔改甲默想，互阮专心天调伫你的疼痛甲恩典。愿你的恩典甲平安甲阮天地，直到阮伫基督内面得胜。阮安尼祈祷，拢是我靠主耶稣的圣名求。阿免。阿免。这时咱来奉献
上时嘛要请韩国大川教会青少年来献诗，因要献的诗是雅各的祝福。这时，请大家起立，用奉献诗来成做咱的祈祷。
请坐。这时，请咱掀开周报，听我来报告。通知事项：第一，林明游牧师感恩欢送会，为着感谢林明游牧师多年来伫阮教会用心来服侍，牧养部门伫今仔日中昼12点10分，伫咧 B101甲103。教室来举办感恩欢送会，欢迎兄弟来参加。再补充一点，即个欢送会，咱的用餐的时间会提早，所以咱礼拜了后，兄弟会用个慢慢往即个地下室来耍。11点的时阵，牧师会来做饭前的祈祷，祈祷了后，就用个先用餐。即个欢送会的时间，游园是伫个12点10分来召开。另外小会的欢送会伫今仔日暗时会来举行。第二，韩国大川教会来访问。韩国大川教会的青少年访问团20几个人，伫2月16到22号来到台湾访问。本会韩国宣教师赵浩英、朴君英牧师来协助接待，因伫今仔日第一场礼拜中来献诗。咱中昼的时阵，也会甲本教会的青少年来联谊，欢迎来参加。第三，太极祈祷为大韩友情。韩国大川教会青少年离开台湾的时，伫2月21号礼拜三暗时7点30分，伫大礼拜堂举行大韩友情太极祈祷，欢迎兄弟也来参加。第四，万主之主启示录圣经系列的讲座，新约教授孙宝玲牧师伫万主之主启示录圣经系列讲座当中，用广东话来讲座，也同时有即个华语的翻译来播送。欢迎大家来参加，时间是伫个2月25到3月24，下晡3点半，伫咱的小礼拜堂。第五，长老教会监控档案各案研究报告，伫个威权时期，咱长老教会受到政治的监控的档案来解密，由即个总会研发中心主任黄哲彦牧师以及咱的陈永文牧师来带领即个研究团队来将即个228 77周年来发表即个研究报告。时间是伫个2月25下晡的2点，伫咱济南教会的大礼拜堂。第六，即个离主耶稣即个教会，伫个2月27到28，举办耶稣教会活动。要参加的人用个选择是毋是要过暝？伫2月28当日，也另外有一个 Y17捕捉的活动。若是无要参加即个活动，另外安排其他的活动。报名的对象基本上是要过暝的活动的小朋友，爱有即个自理的能力，以及对离主有即个熟悉，并且用个遵守即摆活动的纪律。对象是3年到6年的即个小朋友。即个报名时间是即马拢会使报告。即周报顶头的日期有毋对，即马游园用个报名，报名费是100块。第七，228共争39项，今年228事件77周年。当日下晡的2点28分，教会的钟楼要共争39项，来纪念事件的受害者。39项的钟声是代表耶稣基督必定十字架进前受到罗马兵丁的鞭拍39个，每一个鞭拍拢代表上帝
为世间人的痛苦所受的鞭拍。所谓鞭拍39响，也是要提醒咱的社会对228事件白色恐怖、一直到今仔日，咱犹原爱持守咱的信仰精神，甲受苦的人同受苦，也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个参加39响的，迄日会送这个北美妇女会所制作的这个百合花胸针一个，这个圣经顶头有讲，伫因一切的痛苦苦难当中，伊嘛甲伊同受苦。第8，3月10号，神学礼拜日，黄仁珠老师分享会，这是冷战时期的台湾农村农业甲农民的研究。这个是对1950年到1960年美国技术辅导咱台湾，互咱台湾的这个经济有真侪的帮助。这个主讲就是这个黄仁之老师，政治大学的助理教授，以及咱教会柯庄庄是台大的博士候选人。时间是伫个3月10号2点，伫个咱的大礼拜堂。第9，指纹案内的服务，内政部警政署来开办这个自愿指纹的档案服务，帮助这个走失者来找到转去的路。若是有意愿的人，请爱签这个同意书，这个办公室来摕。时间是伫个3月1号1点到3点，伫个咱的主日学教室，这敢若一摆尔吼。第10，2月2024爱的练习室，这个是夫妻成长团体，伫个2024年5月，每个月的拜六甲拜日拢有开一班，每班6队，所以用个开始报名。这报名的方式，请咱家己看，这内容也请家己看。团契消息、教界消息以及这个时间，请咱家己看。下面要请黄春生牧师来介绍新朋友。我补充一下，迄个228迄天吼，有一个礼拜伫咱的前庭吼，2点开始，2点28分敲钟吼，欢迎咱有时间的人会当来参加。另外就是即礼拜3吼，迄个甲韩国的青年的泰泽祈祷吼，欢迎咱兄弟，咱嘛当拨时间做阵来参与。吼而且咱来请咱彼此来请安，愿上帝施恩赐互咱敬大家。咱也特别用拍谱搁一遍来欢迎韩国大川教会的青少年。这是咱做伙来经八遍诗、圣诗400首，原主人来甲你同在，咱吟一摆就好。吟诗煞请黄春成牧师来祝祷。愿为咱出世的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全能的上帝定心来创造世界，带来万面更新的圣神，也更新咱每一位。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们。
请坐。绿岛闭会，若是有需要带岛的兄弟，请来到教会我济南路的雨伞卡，其他兄弟来参加中庭的地饼会交易，也朋友来慢慢即个地下室来刷叮当。好，请即个中级同工，若是有时间，会到即个门口，甲即个韩国的即个青少年来翕相。